信的事，仍想去做。哪個可以給我什麼法寶，能一朝得知變常之怒？我也很想可被看到，用盡努力，但求要你替我感到驕傲。可在親友面前提到，亦不會像從前那般吞放。曾經想過活着到底為什麼？平凡人那麼多，得了我這麼一個。然而是說再見沒有勇氣，或是我暗裏卻拼命相信，誰都可發光，只要找對地方，誰人都可發光。讓我熱情依然未乾，成敗與否我當是怎麼看，從來沒標準答案，不要活埋在世俗眼光，重拾自信讓我做我的主角。我也很想可被看到，用盡努力，但求要你替我感到驕傲。可在親友面前提到，亦不會像從前那般吞吐。曾經想過活着到底為什麼？平凡人那麼多，得了我這麼一個。然而是說再見沒有勇氣，或是我眼裏卻拼命相信，誰都可發光，只要找對地方，誰人都可發光。讓我熱情依然未乾，成敗與否我當是怎麼看，從來沒標準答案，不要活埋在世俗眼光，重拾自信讓我做我的主角。誰都可發光，只要找對地方，誰人都可發光。像星火隨空氣倍或曙光，已多怎麼看？人生只得一次，為自己瘋狂。假使相信就拼命去闖，黎明路笑着走過，平凡在我亦可做我的主角。多謝，希望冇失禮嘉豪，然後希望佢比較康復，再一次可以盡快嚟到呢度同大家見面。多謝你哋今次嘅包容，多謝學校嘅包容，係祝大家身體健康，多謝。